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喜来嘅》，我係吳依容。先前高雄美濃客家文物館呢有辦一個美濃聯展，其中有一個作品呢，也係書法作品哦，寫嘅嗰啲牌係歌詞哦，吼，也個歌詞呢係先前6對300人家下，咩係來自美濃嘅音樂人黃美凱伊所寫嘅一個南方紀行哦，一個歌詞呢會出現喺書法作品裏邊，都好利用一機會人哋咩來邀請到一位書法家來。同人哋分享一下歌詞，還有一句嘅書法人生嘅故事。歡迎書法家宋文憲先生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宋文憲，來自高雄美濃。歡迎宋先生，做到我一開場就有講到吼，如果人哋現場有看到嘅一部一個詩，吼，如果唔寫係歌詞，南方紀行一個歌詞，一般人哋看到嘅書法作品可能唔會係按現代嘅歌詞咧，吼，唔會想到愛屯一個歌詞寫下來，用書法寫下來。我有年嚟聽到一個歌詞，歌曲，歌誒，看到一個歌詞。深受感動，因為吼一個歌詞啊，都描寫我哋6對300人來嘅嗰個客家先民辛苦開墾綠地嘅歌聲，所以我都將一段歌詞吼，用書法作品創作出來，俾大家來認識我哋客家先民。開墾綠地嘅辛苦歷史。哦，我有記得咯，因為家下嘅活動啊，我有主持嘛吼，現場有表演嘅歌嘅，我聽嘅會想去充滿智能喎，咩會冇？有，我有。咩係啊？嗰時間我將一段嘅歌詞創作出來。哦，你有講述嘅係哪幾呀？其中一個吼。寫到嘅沙過河壩，溫過泥沙，吞過苦甘，蓋過西山，還有都係我有嘅，暖過寒夜，等到發芽，望到大花，種出切芽。一個內容啊，同人睇現實，寒舍嘅時節。為了養育子女，因去達標嘅情形相同出來嘅。係，真蠻好嗬，寫都真蠻好哦。寫都真十分好。因為唔係同鄉嗬，維持一下嘅。嗬，我有看到伊嘅時間咩有提講，而家歌詞寫到。我本人我有共鳴，哦，唔係係咧，本人嘅書法家咩又想去同歌詞寫下來，係我相信伊喺啲嗬，伊咩會感覺很有成就感咯。佢有機會嚟拜訪伊啊，係。哦，係，咁唔家下想講，貴港通想去寫下來，我書法唔專門啊，嗬，唔過。按到種嘅字體可以選擇，唔會有想我要運用哪些詩來寫下？有，我本來有想講嗬，來用新草書來寫，個彎條個流暢，大家人可愛看。但是後來我考慮到，佢看啲觀眾啊，有啲多，有啲新草書嗰多人看唔識，所以我都。用真塊，但是真塊也唔係用銅塊哦。例如一種嘅屍體嗬，屬於魏碑體。哦，魏碑。魏碑。哦。嗰符合我哋客家嘅質樸的個性。哦。不是用我哋來寫。哦。就每一種冇同樣嘅屍體，其實有冇同樣嘅個性。就像我哋睇看嘅條廣告設計咩係，因為咩會討講，我一個廣告用乜嘅屍體。係啊。因為某一種冇同樣都係寫出來都冇同樣嘅感受嗬。嗯。吼，嗰種對於個書法家，都係唔係乜嘅屍體都會去，係喺專攻一啲呀。我各種屍體都會寫。哦。看到一個作品屬於用嘅形式來表現，我要考慮一下。咁唔知介有講講寫清好係哪一種冇？我最先寫
係正確。正確係花了相當嘅時間來寫。但是其實一種事體啊，學我嘢啊，各種事體都會寫啦。哦，係啊。係，各種事體，常常睇一種事體講，可以花過多時間來練熟嘅各種都一下都會。哦，係哦。係。加喺藝一種啊，人哋都係一般人可能同人共用，就喺國小嘅時節又好嘛嗬。係。啊，差唔多寫到國中都冇個寫，就唔想愛個寫書法嘅。啊，對人哋一種想愛初學嘅人，我睇啲像好多先生講，睇一種詩真難。啊，唔愛通那種係精彩都可以行，還係睇一種都愛真體嘅、真開嘅個好。也沒安尼講啊，一聽要正確。你說要靠比較屬於比較靜態的，靜態嘅有嗰個隸書、篆書、楷書也三種學，都可以適合初學就來寫。啊個動態嘅行書、個草書，嗰個好難，嗰個屬靜態嘅學我也係喺度學一個比較龍飛鳳舞嘅嗰種。係啦。哦，都係基礎先打好啦。基礎係打好。哦，啊，種老師頭都講嘅一種有固定好嘅東西嘅，都要好練，練到熟嘅。係。人去走，人去比，每開始都想去比嘅。係，也真可以學，亦可以一邊畫。可能是，按而聽日咧訓練嘅學習者嘅目標，比過那個哩，目標個哩，按行書合意過後嘅，除了寫行書、草書都冇乜困難嘅啦。老師，你還有一個疑問係啊，像我哋要做唔會寫嘅嘢，可以訓練這個地講我用嚟看書法麼？如果人哋我用嚟地講，用嚟嘅詩係何詩啊？一個好書法嘅線條，有書法有線條、結構、章法，一團啦。個線條我練法，起筆中間行筆過嚟豎筆，你完整性。中間呢有起伏，是有粗細、快慢，這樣的是吼，個線條讓我練法。那對於唔會寫嘅人，好像很難知道要怎麼欣賞，會嗎？還是其實可以訓練，可以訓練。也做欣賞嚟教易看欣賞嘅方法。剛剛老師唔家是會教人哋看一部啊，感覺寫到清好嘅係哪隻詩？一部人放幾下？寫詩一幅詩吼，寫下來都冇講啊好壞嘅啦，伊看幾幅嘅，未看一隻詩。未看一隻詩嘅，未看一隻詩。看幾幅嘅，嘅整個章法。就很像看一幅畫誒，唔係看一隻部分聽。係啦。咁唔睇練嘅時節啦，都係比如講書法嗰種要幾難補哦，像油畫又可以補啊，可以改啊。書法又冇辦法，唔會寫啊，比如講已經寫到再傳300年，寫到結果唔好，係咪古嘢路去重新咧？係啦，冇錯。嘅以前係等同寫一班年。佢會跳起，唔會嘅。係哦。因為咯，深度理由嘅好快，藝寫嘅時間係上到一隻詩寫唔好，也筆法寫唔好。呢個藝心情都會改唔好，也係一天咧都會有係跳起嚟。嗰種寫嘅時間要冇去想，好快哦。係。寫係人來看啦，愛改，再重寫過。愛改不是一幅作品啦，每一下都寫好，可能寫2幅3幅，甚至於愛一參加比賽，
可能會寫到10幅。哦，吼，毋過毋要像愛頭頭上嘅可以硬落去，愛寫一隻詩，去看一隻好無，一隻好，再繼續毋要。唔係，規個寫下來再來看。再來看。哦，迄尾也會有愛可能根本一看無按好，聽講一看又講話，唔會查無。有不是有啊？你不是哦，哎，不是有啊？你起先，一個係咪嚇壞嘅？結果交出來嘅時間，發現一個神來之筆，好得無有很。哎，哦，難怪唔講冇隨時有個好壞嘅心。心唔通寫下來，所以一下幫佢都唔可以按嚟上，我都寫幾幅嘅寫好。所以一個真是寫一幅，寫2幅都好嘅。哦，像一個南方機行，2幅，嘅前一幅唔係講我寫到冇都流失嘅。有流失，就是這樣嘞，天天有流失，唔係講我寫唔好，流失嘅，我都重寫。哦，就是這樣嘞。出來咧，個天音符，好過這一下就寫好嘅。哦，咁你寫差唔多花1舊時間。其實吼，一幅作品啊，一下書版就可以寫好。但是你真是寫到好將人家感情內涵融入作品中，也都會相當考慮一個章法的問題、形式的問題、意境的問題。因為我當時我考慮，我真是同六隊客家文化園區簽約過後啊，一直冇同筆，我都得想一個問題。真是同筆出1-2年的。哦，先想好。我用嚟寫嘅種法，我用嚟結構，我用嚟。係。真是寫咗1-2年。1-2年就寫好。哦，佢奇妙哦，因為同先生打做過，我一開始咩冇睇上嚟，我貼片冇默嘅。唔過感覺一開始都有滿多嗰種人生哲學嘅東西，我講我書法同一個有關哦。我哋了一下聽過繼續嚟請教宋先生，以推書法嘅哲學。歡迎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係書法家宋文祥先生。蘇先生對於個南方機行吼一部詩，分享嗰度我感覺佢奇妙嘅部分，尤其係有哲學嘅部分咯吼。咁我哋等下再來講。我覺得好奇嘅係，因為書法話我哋萬世如愛，我唔知更加新人哋有好冇，應該也有啦。唔過萬世啊。青島寫書法咧，尤其我哋咧書架中央吧，地背可能會有1種啊，也算2種，大嘅有大塊，還有小塊。我如係一塊好前一年，人搞不中，一定會寫。青島呢，唔係自細就好寫書法嘅哈？其實也冇。我係小學3年生嘅時間。我哋就開始有寫字簿，先生都會發俾我哋，有一個寫字課，都先生啱冇教，伊都拿高分數嘅。冇教哦。冇教，先生啱也唔曉得教，唔會教，伊都自家寫，伊都高分數。有一年咧，我記得4年生嘅時間，喺先生吼，過到我做給寫詩譜嘅時間。都很愛去頭銜，同我講，宋文祥，你是不是住在媽祖廟附近？我睇到，哎呦，先生也關注我哦。我本先生注意到哦。先生注意到我嗰條哦，但是冇想到，個先生下一句話，聽你講，好像是媽祖廟請來。發福的，哦，發福高，我都難過，佢也都同我爸爸講，我爸爸係第一曉得寫，
哦，但是伊從來唔會教我，我冇總統我退學，伊都唔會教我。哈，爸爸係做乜嘅頭路？耕田，面如果到耕田人，如果有學問，係以為寫。哦，哦，啊冇頭18歲都作嘅書啊嚟，所以看你學我都教我。啊都拿一個簿子，拿出來咩字，拿都教我。我用佢來起筆，落筆用嚟落。哦，佢哪用哪寫，點用寫，基本筆法教我。但都練你按部。練樣不如轉變安排。不是以方法過重要，書法呢個法過重要。哦，吼，咁爸爸真勁會教你吼。伊都講伊會寫，伊都講我都可以寫嘅。嘿，你把握到嘅優良嘅咧。吼。啊，有書法比賽都我去。哦，係哦。哇，咁比賽就有得名。有。哇，咁唔少好多有發現，我寫詩唔會快看哦。唔會快看。過來以後，我爸爸都會，而家如果同年沙講，我嚟個會寫書法喎。係哦。連過年嘅時間對聯嗬，可以會寫。哦。係。唔該，呢種顏色。顏色。哪顏色？你做童工嘅係咪？沒童工，個爸爸嗬，去家花錢買字，幫我寫本年沙，年沙我寫唄，我寫出一碟春嘅，我去寫。哇，係哦，哎呦，家真件寫到幾好呢，因為我碟到睇家門後嘅呢，家是嘅，其實也冇幾好處斷章嘅啦。哦，假如過厲害嘅哦，吼對新人嚟講，其實詩我寫到斷章，都冇咁簡單嘅呢。吼，哇，家下唔係過豐盛。冇啦。冇啊，你爸爸啊買字本嗌你嚟。嗌你嚟寫。剛有許多面容內，你看到這個一堆嘅嘛。冇啊，年沙，甚至有嘅嗬，嘅祠堂啊，祠堂都有太師、西師，還有土地流士，佢都去寫。哦。係哦，我寫過多年，寫過多年，我寫到師專畢業係會寫嘅祠堂，總務祠堂。哇，係哦，哇，按貼片呢，應該有一啲書包個咩係呢？咩係佢會寫詩，啊，佢爸會本種譬講，唔去寫對嘅，哦，佢貼片呢，咁唔到高中咩係讀一般嘅高中？哦，唔係，係讀台北師專，嘅總畢業嘅出去讀。哦，好，家下係師專，而家係想去做先生哈？做師專畢業嘅出一天做先生。係，按國中嘅時間係用嚟上去，係上下一擺去做先生，等於讀師專哈？哦，係啊，係哦，係，哦，但你面用嗰度讀師專嘅。哦，係哦。睇人啥同我講，一考師專佢啦，啊係都就去台北考，都係考上嘅。哦，咁考到以後，還可用繼續寫書法。係，台北學嗰度嘅書法俾人哋專賣店。係。哦，書法用品嘅專賣店，筆墨莊啦。哦。啊，有一年嚟從去到嘅筆墨莊，一批以後啊。然後發現，各種冇相同嘅詩體，篆書、隸書、楷書、行書、草書，各種每一種詩體有幾多本詩帖，同埋相嘅冇相同。喺台北以前槍下真快，我槍小的下真快。很多詩帖，我都同一本，日本書嚟，日本詩帖。哇！歐陽詢、九成功，李全明，也係師專家下買嘅。師專一年生一好嘅時間，佢出去請嘅筆墨莊，都聽到日本。哇！啊，出嚟一筆畫起咁慢慢嚟吃學。也係第本嘅詩帖。第本嘅詩帖。哇！嗰幾多年前啊，師專。50多年咧。
汗流呢呢，哎，哇，几宝贵呢。伊怎么跳的？唔家下就买嘅，啊都红润，嘿，一张撕，一扎丝下就可以连轮的下，转来明日都安尼，有限的时间就下丝。吼，唔家下下撕就只系兴趣，还系强样我去比赛。有心机，好但是同学都讲爱下过好，爱不次次会去比赛，也会得奖。哦，好啊，我印象感觉嘅原因系嘛嘅，做嘛会印象会下死啊？其实也唔係講啊，美了得獎啊，比賽得獎。其實就愛就喜歡那種下詩的感覺，歸親，去個獨處的那個時間。吼，愛下詩的時間，哪個都冇想做下詩，專心的睇嘅毛筆咩中間。也個是最享受的時間。按後生國小就開始寫，感覺佢有影響到你嘅個性冇？有啊。我都係幾冷清嘅人，我安尼哈。可能有影響。有影響。嘿。哦，明日安尼寫。明日安尼寫出，有個你讀到事情的時間會過冷清來想。哦。可能會有哦，會有影響，因為其實你等於每天打坐，差不多呀意思，係咪？對。哦，因為人家是毛毛躁躁，冇可能吞噬下後呢吼。係啊，下次都一個親，你可以觀察一個筆畫嘅粗幼，一個角度，好一樣下，啊一筆下伊都唔得改，所以你都會冷靜來下。哦。哦，啊！你這個我觀察這個，我可能是感覺這個根本係嘛個狀態喎，會倒過來。我有，嗰個係心情煩躁的時間，嗰下時候，亂七八糟，看唔得。哦，嗰有影響。但是嗰冷清的時間，嗰下來去看都過滿意。但是嗰個係後來係都發覺，係嘅心情係下喺當下啊。愛迄講啊，心情改好，佢寫出來嘅詩啊，就本人看，也可以感覺到賞心悅目。哦，吼，嗰次呢吼，嗰次，嘿，人哋一般可能會感覺講，看圖畫可能會有安尼嘅感受，就可能個感覺嘅到，佢嘅發言可能係用嚟嘅狀態，不過其實詩咩可以？可以。哦。也是出呢，也出的一個心畫，心肚裡的筆啊啲線條，好，所以講下詩的當下啊，個筆畫嘅線條，節奏，就完全呈現出來。哦，嗰時候係咪對呢？有睇長期睇寫，會看呢嘢，唔看一個詩就等於看一啲嘢，會有安尼個講。哦。恁一般人來看詩啊，就看也愛講。嘿，啊，俺哋看詩唔咩嚟看，介出聽一隻詩，嘅一筆一畫，吼，介出聽佢嘅筆畫嚟啫，介詩畫。哦，介出，後來啊感覺到一個行到唔咩歸書嘅時節，介出感覺一個詩寫到唔咩歸好，介出俺哋欣賞嘅詩啊。哦。按匹配，寫到自家心情可能幾流暢幾好，我都會感覺到一個人寫得幾好，一部作品寫得好，係咁樣想。哦，唔單止係寫詩嘅人，還有看的人，自家咪會反映出來。係。應該感覺每一段結尾都很哲學咧，佢似咩喎？人哋頭都講到，如係宋先生伊對書法嘅一個興趣用嚟開始嘅，當然伊咩要教哦，吼，啊伊教要按到乜嘅心得咧，人哋了一下個繼續來請教宋先生。歡迎到
多種來福喜來嘅現場，今日嘅來賓係書法家宋文祥先生。頭多兩段有講過先生分享嘅故事，就蠻貼喺度嗬。頭多講嘅人係唔自家來寫來學習，唔過唔多後來考到師專繼續寫，師專畢業路教書嘛，嚇教書咪佢又教書法，好教國小，接受。其實冇嘅真實嘅書法課，我冇教嘅真實嘅書法課。喺美國時候，家下面冇真實嘅書法課啊？冇嗬，我記得都係家下面冇咧。好啊，係。民國74年，我都錄過用心嘅教服務嘅時間，我感覺到有必要將書法來教俾學生嘅，因為也對人學習吧，可以具體幫助，寫書法書嘅清醒。所以我都利用當主頭。因為當初係水木時節，唔水木，而下士咧來同佢學書法，主要嚟可以思考。結果，一出去比賽，上項比賽，也係演項比賽，攞得獎。你一段時間過後，連副圈錄幾嘅教嘅家長，也會帶嘢嘅聲音嚟來，利用當主頭。來同佢學習書法。係哦，名聲都傳出去嘅。係。咁我哋教過社會學生係教嘅叫。我哋嘅會用心嘅教4年喺度教。人哋學生嘅成績改好，寫書法成績。我以前高雄人嘅比賽常常得第一名。我哋同佢學生去參加高雄人嘅語文競賽。團體組第3名，兩個人有得獎，所以團體組可以得嘅。因為嘅國語文競賽除了寫詩以外，又還有注音啦、作文嗰度。先生係做國小先生，一直都退休哈？係，我都退休係。退休過後都教高中年咧，係咪？大年、老年噶。其實我冇試下書班，一畢業過後誒，廣東省有個潮州韓山師範學院，聘請我去做人哋書法嘅客座教授。同時間，拄好嘅僑委會又請我去做嗰個文化教師，去個世界各地。巡迴書課。咁有冇幾個特別嘅教學經驗？有一年，佢去到南非嘅小鎮，叫做內地布朗，淑女鎮。去個教學時間，當我開訓嘅時間啦，開訓典禮嘅時間，佢都看到有個吉普茶，4個老太太同讀吉普茶好下來。來演喺台上嘅媽媽，也看到我從台灣來，也主來上開藝。係方言還係外國？方言，方言。來嘅，嚟到演，嚟到講，佢既然來嘅，我一睇下嚟停留6、7一禮拜。我講安尼啦，他家來同佢學書法啦，學寫詩。其中一個他假如講好，但是其中一個老太太，佢都改快些，佢都用河洛話講。我為要寫，我唔滿意，我就知道。我冇事，我一路教嘅全部都唔識字嘅。係因為我嘅人，其實有幾多路橋。老華僑，人離開祖國又喺台灣，離開又祖國大陸又喺台灣，已經幾多年，嗰時也唔識字嘅。我冇事，出來學習。我所以都講得好，我嚟學，我一下教佢都。教佢基本按樣嚟拿筆，按出教佢寫，睇下出寫嘅嗬，
山啦、水，用象形文字，花挪出诶，花柳啦，做啊咧，伊就甲我鬼神奇。迄书法作品，我连写一则诗，签一个名，也是一个作品咧。吼，搞伊写也名，伊就签落去，做一个作品，就留下来，他家诶就留下来。哦，係哦。嘿，他家写今年写就留下来，天就写真快。春诗啦、赋诗啦、柳啦，嘛个好几多一则诗。也係個作品，寫太詩，寫名，第3年就寫2則詩，第4年寫3則詩，安尼就差唔多可以結束嘅。結束以前都我做法出安尼啦，不過伊都乜嘅素材夠，嚟都開個展覽，成果展。他家寫嘅好快就會跌起來。按这展览的时间啦，他家人讲啊，这个54个老人家写到最好。他家人讲伊写最好，伊也还有痴心的。伊总来讲，伊都同他家分讲，伊用的写的，伊分享用的写的。原来伊都讲，伊妈妈所写的，也伊礼拜六写的啊。伊恐怕有你是那种这个字，全部都会背去了。伊也个还咧，伊妈妈背最好的语文。哇，所以伊家头讲，诗无好坏，用心写也个做好事，诗做好的。有安尼经验就quay感通诶吼。不过我也会quay好奇。当然对欣赏来讲，我讲诗无好坏，不过客观来讲还是有啦，吼。刚在搞学生的个时间，青葱诗嘛个，如果伊能写出来的诗，你感觉而进步嘛个是青葱有嘅。用心来写。一般写书法好，唔会进步，伊都看一笔写一笔，佢用眼珠看一笔写一笔。佢诗无连贯。迄诗吼，要一气呵成，一笔接一笔写落去，写下去，写到无，等咱来调整。安尼写人会进步。莫就像你头头讲的，莫一张，不要把它想成是分开的东西。一张一张诗，唔係一笔法，唔係分開來嘅。我規個上數係一堆完整的東西。而連起來寫。甚至於寫行草書的時間啦。一張詩咧，好鬼面。天一張，我接片。假使你迄一筆一筆上路冇辦法唄，如果冇辦法寫草書誒吼，因為唔假使一筆一筆安尼，唔都會團迄啊，咪得都團誒。咁上起來草書幾難呢，吼。故所以要有正確嘅基礎，但是唔正確嘅學習方法吼，係唔錯，如果咁難。養成一個習慣嘅時間，有困難。都唔敢講啊！寫到正確唔敢講，唔敢去寫新書、草書。因為我正經安尼行雲流水，都像唔講嘅，規個等於講規個藍圖旅遊誒。一筆去，等於一筆去畫係安尼。事實上唔但唱搞，其實也有陸續有開展覽嘛，所以我哋看到一個抱樸守真，如係唔替擺幾年展，係幾多年前？7年前。7年前，家家替擺開幾年展，咩感覺係嘛嘅？其實我好寫詩，我唔好開展覽。係做乜咯？做乜唔好開？也係個心求好，佢當時睇個。新竹市文化中心，摕個服務，你頭會出來報名，報名嘅人會出來講，講我較個多準備嘅，所以
伊要评审，哦，公家要展览要评审，要经过个评审，去竞争过几点，伊下过奖还无过，但是送去生产的时间，体嘅改出体嘅过，分数最高出体嘅过会出来展览的。哦，好，人家有接到展览嘅邀請，有過嘅嘛，做得。有单位而且有请来去展览，但是俺一程推迟，哎哟，几站冇，团体展，俺就可以。哦，係哦，做嘛要推遲咯？唔好，唔好，嗰個下次咧去搞事情。哦，冇個感覺都冇需要。都拿下本。他敢看哦，感覺下半他個看團體嘅就可以。咁人家講個寫詩對你來講嘅意義係乜嘅？我也個做一個興趣，也係我每日冇空閒嘅時間嚟做嚟寫詩，也個做一個享受。一個享受而已。冇講啊，一個寫詩一天啊，為了去賺錢，我嚟去搞書法，我嚟展覽，我從來冇安尼想法。啱啱我今日聽宋先生嘅分享，我好少過多，雖然你感覺很無欲無求，不過我感覺也唔係攞係一個興趣愛嘅東西嚇，嗬，攞係愛做一件事情，其實都係冇為到對外愛求乜嘅，攞係完全歸到自家。我即係好多啟動，我相信鄉親朋友咩係哦。今日非常感謝宋先生按精彩嘅分享，多謝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觀眾朋友嘅收看。多謝，加上下來請觀眾朋友聽論先生好好運通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點讚，韓國訂閱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